Carries one and he's drawn one. He's Ka Ying rising and he's about to move forward. There's money for Helios Express on a win line. D's rev the crowd up here at Sha Tin, the local caller. Place money for the 3, the 6 and the... 歡呼聲啊！好，你一開閘嘅時候，樂於助人有少少片咗出去，包咗落尾啊！好啦，嘉應高升，相當快閘啊，擺咗喺前面添啊，氣勢第2位啊，外邊有紅馬路啦，但係第4位咧埋邊位置係舉步生風啊，出邊第5位有美麗第1啦，第6位嘅嘛就係呢隻好有心得啊，內欄第7就李健夢境啊，響外邊呢仲開心寶寶啊，後邊嗰5匹馬啦，分別係驕陽明區精算暴雪啊，金鑽貴人響尾3啊，尾二位置咧就嗰隻幸運有你啊，咁啊送咗安樂嗰隻咧就係。樂於助人嚟響個包尾㗎，好啦，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前面嘉應高升，一馬當先擺咗喺前面放啊，咬咗上嚟第2位咧就舉步生風紅眼罩嗰匹啊，再見到內欄嗰邊啊李健夢境精算暴雪啊，攞出嚟中檔有氣勢啊，外邊追美麗第1，大外檔驕陽明區，仲有金鑽貴人啊，最後200米到啦，嘉應高升搖下搖下，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3個馬位啊，後邊有舉步生風響第2位，進佔第3位，精算暴雪。外邊追上嚟係驕陽明區，金鑽貴人都有份衝，接近終點，嘉應高升，我哋嘅馬王啊，真係贏到後邊甩晒啦！上場賽事已經翻到嚟香港，交出相當好嘅表現啊！嚟到今場戲肉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啊，咁啊已經係呢匹馬出道以嚟贏取第17場嘅頭馬，如果計到連勝啊，計埋珠峰遠征澳洲嗰場呢，咁啊已經16連勝。今場賽事咁啊入到直路300米度，輕輕搖幾步，彈埋正腳出嚟拋甩贏馬，跑第2名精算暴雪，第3呢要影啊，埋邊舉步生風，出邊係金鑽貴人啊！嘉應高升 ，He is the King 喺度再次有一個無敵嘅姿態，君臨天下，贏出我哋嘅浪琴香港短途錦標。跑第2名係10號精算暴雪，3、4名好接近，入邊就舉步生風，出邊呢就金鑽貴人，咁啊開心寶寶呢都有完成到賽事嘅。係咪入邊嗰匹舉步生風好似稱先少少呢？睇睇電眼判決啦。And Elian just sort of took off. He could just pull out and get on the out to a fantastic run today. So we got to talk. Looks either. He's a very plain little horse. His coat's a bit on the stick effort from him to pick up second prize money there. And Lucky Swain has put in a decent effort as well. Just I think he said it dry clean. Rising. You got to feel, Paul, for a horse like this to come along. It just. I don't know what the feeling would be like. Absolutely, make the most of it while you can. These moments don't come. Mr. Leung has received the statue on behalf of the syndicate. Vic Masterful, the British horse, back from Australia, as good as ever. There was never a doubt. There never is a doubt when you have. 所有人都希望看凯恩雷辛在今天的比赛中表现出色，就像他今天一样，他表现出要做到这一点的所有迹象。他的最后一次胜利令人印象深刻，他自那以后表现出色，对比赛非常自信。凯恩上升连胜，这就是我们来看的16连胜，世界上最好的短程跑者，他真的无敌。从未有过疑虑，他在优美的节拍中对我非常友好，让我感到非常舒适。是的，真的很高兴看到他这么做。我很幸运地请到了 Nico Purton， 他的佳音高升即将挑战香港短途锦标赛。Nico 紧张吗？感觉怎么样？我现在开始觉得有点紧张了。我之前还好，但现在对前一场比赛刚结束，所以倒数计时开始了。不过对，要说我完全冷静是骗人的，但我也很兴奋。聊聊 Purton 家的早晨吧。像今天这样的大赛日，你们是怎么过的？说实话，就跟平常没两样。我们其实没什么改变，我通常很忙 ，Zack 也很忙。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今天做了妆发，不过对 Zack 在比赛日都还蛮放松的，就算是今天这个总大赛日也一样。所以，对，就是还蛮轻松的。他看看电视，而我就像我说的，在打扮自己。然后我们就来了。
所以还蛮轻松的。佳音高森现在是国际巨星了，他对你们家来说有多特别？很难用言语形容，他的出现是在一个真的，他为我们的赛马生涯带来一道光，也提醒了 Zack 赛马可以多么有趣，而且我有点语，你看我都有点语无伦次了。很难用言语形容这匹马对我们的意义，除了说我们真的很感激，真的我们很幸运。我越说好像越显得矫情，但真的很难解释，就像是梦想成真。每个马主骑师、骑师的伴侣、练马师都梦想有这样一匹马，而它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生命里，我都叫它我们的独角兽。我们真的很幸运。好的，我们就不耽误你了，让你去沙圈那边准备，祝你和全家人好运。谢谢你，谢谢。